國英雄八面玲瓏，有請刀馬旦。滄海一笑傲踏河山，有請笑傲江湖。送俾無線嘅賀禮，邊個夠膽搶？包大人快到，誰敢擋路？開封七子鐵面無私，有請包青天。你哋大動干戈，到底所為何事？令狐沖，你回話。包大人，我師傅岳不群串同呢個咁東方不敗，想搶走呢份送俾無線嘅賀禮。哦，包大人，令狐沖係華山叛徒，岳不群雄風不減，陳大哥風采依然。包大人誇獎。包大人，我哋都係想將呢份賀禮送俾無線嘅。東方不敗，你古古怪怪，老包在此，你招咗苦嚟。哎呀，我唔制啊！你咁樣話人嘅。今日係無線電視嘅28週年大喜日子，我哋好應該開開心心，唔准打，唔准搶。高宣先生，係大人，你認為呢？大人，既然各路英雄今日係專程嚟渡賀嘅，不如就由包大人率領我等向無線賀壽吧啦。喜咁，不如咁啦，就由小師妹啊霞女送上呢份賀禮咧。係包大人。等我嚟幫你手。誒，無線電視，傲視同體。執法先鋒，警惡懲奸，有請天地男兒。鍥而不捨，專業精神，有請城市追擊。哇！天神，我哋天火好激烈啊！咁刺激最猛城市追擊啦！冇錯，城市追擊不怕艱辛，永遠都係第一時間趕赴現場，為大家作至真、至誠、至全面嘅報導。豪情壯志，乘勝追擊。時尚資訊，生活情趣，有請都市閒情。多彩，資訊傳真，益智開心，有請閃電傳真機。電量充斥天與地，電與光，觀智能飛呀飛，伴你飛入新世紀。創出新資訊妙地，傳真機每日陪伴你，靈通不怕消息滿天飛，圖像歡欣快樂傳真你，新意點點心中飛躍起。
基茁壯成長。奇趣速遞，有請聲色犬馬奇趣錄。凝聚全城焦點，有請歷屆香港小姐。音樂領域無限擴闊，有請勁歌金曲。人人熱情傾瀉，傳來祝福，每份致謝，高呼今晚好夜。全城互傳美事，面面共人真摯，原來匆匆每刻歲月 TVB。有請台慶八大司儀鄭丹瑞、曾華倩、羅琳、任達華、葉玉卿、朱慧珊、黃天、汪明荃。一場咁氣勢磅礴嘅歌舞之後咧，就揭開咗今晚呢一個萬千星輝賀台慶嘅序幕啦！今晚我哋嘅節目咧，就係 TVB 上下齊心，排咗好多人為各位貢獻出嚟嘅精彩啦！係啊，嗱，剛才一開場我哋見到咁精彩演出咧，要好多謝我哋一班嘅同事啊！佢哋包括就係無線電視嘅武術組同埋威亞組，有請佢哋！仲有就係無線電視嘅舞蹈組，有請！今年嘅台慶咧，跟住星輝大獎嘅人馬咧係兵分三路，各自各出色嘅喎。咁而三組嘅隊伍咧，分別係戲劇組、綜藝資訊組同埋歌星組嘅。冇錯啦，首先我哋請三路人馬出嚟亮下相先。首先出場嘅咧就係綜藝資訊組。好嘢！出場嘅咧就係戲劇組。而家我哋有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行政主席邵逸夫爵士，由1995年度香港小姐冠軍楊婉儀陪同，為我哋主持燃點台慶聖火儀式。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邵爵士。係啦，我咧就見到華仔咧就手持呢個聖火咧就跑緊入嚟我哋 car park 度喎，喺呢個時間。
嚟緊未？嚟緊啦！